美國天仙配 Transparent Audio 嘅 Opus 同埋 Magnum Opus 線材系列，固然係好多 Hi-Fi 發燒友夢寐以求嘅靚聲秘寶。可惜嘅係，佢哋嘅售價都唔係一般打工仔可以輕易負擔。退而求其次呢，波仔今次就挑選咗 Transparent Audio 另一個價錢相對親民嘅 Super 系列，想同大家介紹一下。注入嶄新第6代生產技術嘅 Super 系列，除咗 RCA 同埋線芯數目多出1倍嘅 XLR 平衡模擬信號線之外，仲有專為黑膠唱片而設嘅 Phone Low Cable。至於 Super 喇叭線呢，亦係 Transparent Audio 其中一款最受玩家追捧、性價比非常突出嘅發燒級出品。Transparent Audio Super 系列選用高成本 OFXC 純銅導體，除咗 XLR 平衡插頭之外 ，RCA 同埋喇叭線所採用嘅接駁端子都係屬於自家研發，表面經過人手打磨同埋24K 鍍金加工嘅專用貨色。線身亦都配備咗擁有校聲功能嘅網絡模組。如果大家想加深對 Transparent Audio Super 系列嘅了解，歡迎親臨尖沙咀 Hi-Fi Gallery 影音科技查詢。多謝大家支持，下次見。